脚踏车都要欺负我！慢慢靠近 ，Sky Key 你拉近，与和你的距离随着风流浪。别光，先擦一下吧，不要感冒了。汤。你怎么了？汤太烫了，那我帮你换一个。没关系，现在这样很好。那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吸血鬼不吃辣吗？因为它是不辣的。这好像没那么好笑。你是我们学校的吗？我是2年5班的。那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徐启章。蛮好吃的。好吃就好，多吃一点。真的很不好意思，谢谢。不会了。今天的事可以帮我保密吗？没问题，一定会。要不要我送你？我有车子。高尔生怎么能骑机车？我已经满18了，
高中重考过1年。我还是自己叫车就好。嗯。你们家这边怎么都叫不到车？我载你啊。可是我没有坐过机车哎。放心啦，我技术很好。嗯。我帮你扣。有没有怎样？你没事吧？干嘛？对啊。怎样？你的眼镜。你终于笑了。真的很好笑啊！想到今天这么狼狈，居然是跟你。现在几点？怎么了 ？Not again。怎么了啦？我还有很多东西没念。生日连休息放松的时间都不行了。没办法啦，哪有时间放松？我不能让我爸妈失望，尤其是我爸。哎，叶广，序章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刚沾到了。你等下不是还有事吗？来。